好，我哋繼續翻嚟啦。第28條題目，嘉樂換校服用咗幾多分鐘幾多秒呢？咁佢呢係由9點57分37秒開始，去到9點，唔好意思嚇，呢個呢係8點57分啦，因為佢好接近9，係啦，8點57分嘅時間呢，時針會好接近9嘅，所以8點57分37秒開始，結束嘅時間呢係9點00分9點正嘅5秒。好，如果8點58分去到9點正呢，呢度係有2分鐘嘅時間。咁佢係超出呢2分鐘嘅，因為佢前後呢，佢用咗減37秒啦，係啦，8點57分37秒去到8點58分呢，係有60減37秒嘅，因為1分鐘係有60秒，而9點去到9點05秒呢，係有5秒，所以總共呢係用咗60減37係23加5秒28秒。2分鐘28秒嘅，呢度2分鐘。係。下一條題目啦，29。好，右圖嘅麵包呢，就係300，然之後400同300之間嘅一半，即係350 gram 啦，亦即係350克。30，一隻小狗呢，大約係重5公斤啦，就好似一包米嘅重量，即係超級市場買到嘅一包米，有分5公斤、8公斤，係啦，大概係呢個重量。而一罐汽水嘅容量呢，大概係有350嘅毫升啦 ，ml。好，然之後1公斤呢，做翻轉換呢，其實係等於1000斤啦，所以係70乘1000啦，即係7萬，再加翻28，所以係70028克。1升呢，就等於1000毫升嘅，所以係8000加翻20，8021啦。32條題目，下列哪一項嘅描述係正確嘅？我哋淨係睇咗圖先啦。P 同 P 一樣嘅容器啦，一樣嘅容器裝滿水，分別倒落 Q 同 R 入邊。P 倒落 Q 呢係倒瀉嘅，即係 Q 呢係細過 P 嘅。P 倒落 R 呢係仲有空間剩嘅，所以 P 係細過 R 嘅。所以呢，即係 P 細 Q 細過 P 細過 R 啦。A 係講緊 Q 細過 R， 呢個係正確嘅。B 係講緊 Q 比 R 大，呢個唔啱。Q 同 R 一樣，絕對冇可能，冇辦法比較，都唔係。所以32題嘅答案呢，就係 A 啦。
Q 細過 R，Q 細過 R。好，將一個水壺倒滿水，然之後將全部嘅水倒落一個量杯入邊。咁呢個量杯咧，總容量係有1升，咁佢咧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格，即係1除10，每一格係1除10咁大啦，咁多升啦，即係0.1升啦。咁佢呢度填滿咗1、2、3、4、5格，即係0.5L 啦，因為呢度乘5。咁係幾多 mL 咧？就乘翻1000，500 mL 啦。500 mL 咧係一個上面水壺嘅一個容量啦。咁就問你咧，適合用嚟量度啲乜嘢？咁水壺最接近係碗啦，所以就係杯。要缸太大啦，唔得；面盤都稍為大，唔得；水池非常之大，絕對唔得。好，35啦，最後一條題目啦。老師咧就統計咗4月班獲得活動獎章嘅人數啦。每位學生咧只會獲得一個活動嘅獎章嘅啫。咁呢度係一個圖表啦，統計圖表啦。咁我哋先睇題目啦。A 題，寫上方塊圖嘅標題。老師統計咗啲乜嘢啊？係4月班獲得活動獎章嘅人數，亦即係標題啦。好，分題 B， 獲得乜嘢章嘅人最多呢？總共有幾多人呢？好，根據圖表咧，獲得創意章嘅人係最多嘅。根據圖表，我哋數返嗱，每個方塊代表一個人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即係7個人啦。分題 C， 獲得閱讀獎嘅人數比獲得運動獎嘅人數多或少幾多人呢？閱章有6個人，運動章有5個人，所以咧閱讀章係多過運動章嘅，多咗1人，6減5等於1。分題 D， 4月班獲得運動獎章嘅人數共有幾多？活動獎章人數共有幾多人呢？由於每位學生只係獲得一個活動獎章啦，所以我哋將不同獎章嘅總數加埋，就係4月班獲得活動獎章嘅人數啦。咁係6加3加7加5加5啦。咁即係26人。6加3加7加5加5，計得快啲咧就係5加5係10，7加3係10，所以就係26個人啦。最尾就係獲得勤學獎人數咧，佔全部嘅人數即幾分之幾啦？勤學獎咧有3個人，總人數26個人，係啦。咁就完成咗呢一份2018至19年嘅試卷啦。好，若果再有任何問題咧，就可以再問我嘅。咁我哋今日呢條片去到呢度先啦，加油，拜拜。